来这嘛是假消息，昨有平面的媒体来报道，讲受到暖冬的影响，产季提前，嘉义的大拿甲民雄所生产的旺来产地价大崩盘。农粮署马上出面来澄清，讲这个旺来价无崩盘，是因为大拿甲民雄的旺来拄啊采收，口感偏较酸，所以价小较低。农委会会以每公斤比监控价较悬的价小，甲买落来加工。这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日嘛到大拿关心旺来产销的价小，要来稳定农民的心。嘉义旺来要进入大量生产期，不过当地果农认为这收盘价小不如预期，真担心。1块啊，你看，这上细个1块啊，3块啊，中啊3块啊，这上水的5块啊，正叮当啊，要安怎？头我倒。因为平面媒体报道，嘉义大拿民雄生产的旺来传出产地价崩盘，农粮署强调旺来价小并无崩盘，只是大采收口感较酸，价小较低，会以每公斤管出监控价收购加工，时间会延长到5月，希望农民免担心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亲自到产地关心旺来销售的情况。我们未来会引进所有这一些，包括我们国营事业、大企业，还有食品加工业跟所有的餐饮料业共同来创造凤梨的需求，所以未来的凤梨价格一定会逐渐的回稳。农委会甲农粮署对着农产落价无实的消息，马上出来澄清，嘛呼吁民众唔通受到无实的新闻的影响。